你揾緊咩啊？我揾緊老婆啊！證婚人、伴娘、化妝師、攝影師都有齊晒，淨係爭個新郎。乜都搞掂晒啦，淨爭個新娘咋？eBrand 幫幫你。揾合適嘅生意伙伴同揾人生嘅另一半一樣，除咗自己做好準備之外，揾到好嘅拍檔先至係成功嘅關鍵。eBrand 網上交易速成平台可以快速幫你揾到最適合嘅生意伙伴。平台裡面有各行各業嘅機構，包括法律、會計、科技、金融、廣告、餐飲、保險、旅遊、運輸等等。喺平台註冊之後，用戶可以即時搜索生意伙伴或者需要嘅服務，亦可以將自己公司嘅資料、產品或者服務放上平台。咁我揾到個對象，我又知唔知佢可唔可靠呢？用家可以透過平台申請企業信用報告，核查中國內地嘅公司，了解內地合作夥伴嘅信用狀態，亦可以透過平台為企業申請全球法人機構識別編碼 LEI， 或者提供公司已有嘅 ISO 認證證書，去取得平台發出嘅勳章，提高企業信譽。哇，咁有夠啦！揾到對象係咪可以即刻結婚先？梗係可以啦！ eBrand 有不同合約版，俾用戶根據自己嘅需要修改，仲可以用手機進行網上簽約。所有簽好嘅合約同交易期間往來嘅文件都有區塊鏈技術保護，夠晒安全同保障。我去註冊啦！